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8月2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97节到104节，尼希米记第9章16节到31节，以弗所书第6章21节到2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谦卑顺服。在顺境赞美，在逆境祈求，无论何时都要跟上帝有好的关系。可是人总是会忘记了起初的爱心以及信心，特别是在顺境当中忘记了呼召以及上帝。以色列国的第一位国王扫罗王，他就是如此。他在得位之后呢，就自视过高，以为受了膏抹当了王就可以为所欲为，然而不谦卑，不愿意顺服。大卫王也曾经是如此，在人生的巅峰的时候，忘记了上帝的呼召及命令，因为美色而得罪了上帝，犯了奸淫，杀了人。还好他有警醒的意愿，愿意悔改。以色列人在历史当中其实就是这样子，总是在逆境的时候埋怨上帝，在顺境的时候又忘了上帝。他们曾经骄傲自大，却不愿意认罪悔改。尼希米记第9章16节到31节这样的提及到以色列人的问题。他说，但是我们的祖先越来越骄傲，越来越顽固，不肯遵守你的诫命。他们不愿意顺从，忘记你所做的一切。他们遗忘了所行的神迹。他们存心悖逆，选了一个领袖，要他带他们重回埃及做奴隶。但是你是宽恕的上帝，你富有恩典怜悯，你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。你没有丢弃他们，他们铸造一个牛形的偶像，说这就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。他们大大亵渎了你，但你没有把他们丢弃在旷野，因为你的怜悯浩大，白天引领他们的云柱没有离开他们，黑夜光照他们的火柱你也没有取走。你赐下良善的灵指导他们，你喂他们玛拿，又给他们水喝。在旷野40年，你供给他们所需的一切，他们的衣服从未破，他们的脚也没有肿胀。你使他们征服各国，占有邻近的土地。他们占领了西宏王的希实本，噩王的统治的巴珊。你赐子孙给他们，多得像天上的星星。你使他们征服并居住这地，就是你许诺赐给他们祖先的土地。他们占领了迦南地，你制服了那地的居民，你赐能力给你的子民，让他们跟随对待迦南地的诸王和人民。你的子民夺取防御坚固的城市，肥沃的土地，装满财宝的房屋，挖好的水井，橄榄树、果树和葡萄园。
他们尽情的吃，身体长胖，大大享受你赐的一切美食。但是你的子民背叛你，不顺从你，他们不理你的法律，他们杀了劝他们弃邪归正的先知，他们一次又一次的侮辱你，你就把他们交在压迫他们的敌人手中。他们遭难的向你呼求，你从天上垂听他们，就大有怜悯，给他们领袖，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。他们得安宁后，又在你面前犯罪，你就让仇敌再一次的征服他们。但是他们悔改，再次向你求救的时候，你在天上听见了，你大有怜悯，一次又一次拯救他们。你警告他们要遵守你的法律，但他们狂妄，不听你的命令。他们明知遵守你的法律是引到生命的道路，他们还是硬着脖子顽梗地拒绝听从。你年年忍耐地警告他们，你感动先知向他们说话，你的子民却聋了耳朵，因此你叫邻国的人民来征服他们。虽然如此，你的怜悯浩大，你并没有丢弃他们，毁灭他们，因为你是有恩典慈爱的上帝。还好了上帝是赐怜悯和救恩的上帝。虽然人背离他的旨意和道路，但是呢，只要愿意认罪悔改的人，上帝就要以他浩大的怜悯赐下他的赦免恩典。只要我们不要装聋作哑，心里面呢不要刚硬，就必要能够得到救恩。保罗在劝勉以弗所教会基督徒要警醒后，最后他祝福他们能够领受耶稣基督的平安、仁爱和信心。因为谦卑顺服与主同行，就必要领受这种种的恩福，并且有主的同在。以弗所书第6章21节到24节，保罗这样说：推基古会把一切有关我的事都告诉你们，让你们知道我的近况。他是我们所亲爱、忠心侍奉主的弟兄。我派他到你们那里去的目的，是要你们知道我们这里的情况，使你们得到鼓励。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赐平安、仁爱和信心给所有的信徒。愿上帝赐恩典给所有恒心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人。诗篇119篇97节到104节。我多么爱慕你的法律，我整天不断地思想它。你的命令时常在我的心里，使我比仇敌更明智。我比我所有的教师更通达，因为我思想你的教诲。我比老人有智慧，因为我遵守你的命令。我远离了一切邪恶的行为，因为我要服从你的话。我没有离弃你的训诫，因为教导我的是你。你的训言多么甜美，在我口中比蜂蜜甘甜。我从你的法律获得智慧，因此我憎恨邪恶的行为。恳求主帮助我们谦卑顺服，使我们能够成为忠心的仆人，明白上帝的旨意，愿意跟随主的脚踪，求主引领我们走正确的道路，直到见主面。
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